份新的报告显示，讲华语的黑客利用虚假的联合国报告和虚假的支持组织来打击维吾尔人。据网络安全公司Checkpoint称，讲中文的黑客伪装成联合国对维吾尔人进行持续的网络攻击。研究人员发现了一次攻击，冒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黑客向维吾尔人发送了一份详细描述侵犯人权行为的文件。实际上，这是一个恶意的文件，一旦下载便会下载恶意软件。两家公司表示，可能的目标是欺骗中国和巴基斯坦境内的知名维吾尔人，为其计算机打开后门。该公司威胁情报主管洛特姆·芬克斯坦表示，我们认为这些网络攻击的动机是间谍活动，行动的最后阶段是在维吾尔社区知名目标的计算机中安装后门。研究人员写道，这些网络攻击背后的攻击者以联合国和虚假人权基金会为幌子，向目标发送恶意文件，诱骗他们为计算机上运行的 Microsoft Windows 软件安装后门。这使攻击者可以从受害者的计算机收集他们寻求的基本信息，以及在计算机上运营更多恶意软件，并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德国电视一台关注到中国在维吾尔议题上所做的破绽百出的舆论宣传，虽然在西方国家成效寥寥，但是在非洲和拉美却有可能效力十足。德国电视一台近日德国新闻网站刊登题为“庸俗且强硬的宣传”的文章。文章指出，针对东突厥散政策的批评在全球都十分普遍，但北京方面不允许国际社会在东突厥散进行独立调查。正相反，中国以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文章指出，中国除了制作播出《歌声的翅膀》等这类俗气的视频之外，宣传武器库中还有大量攻击性的言语武器。例如，最近包括德国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西方政策受到中国外交人员发来的信函，言辞否认西方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批评，并且回击声称这些批评都是谎言。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情报单位90天内完成新冠病毒起源报告。中国则再次批评美国在此议题上进行政治操作。对于美国各界的批评与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道：“美方一些人嘴上吹鼓真相，心里全是政治操弄。他们一门心思散布的实验室泄露等阴谋论和虚假信息，是对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科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的极大不尊重，更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亵渎和破坏。”美国总统拜登26日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在未来3个月内提出新冠病毒起源的新报告，并告诉他新冠病毒是源自动物还是源于实验室外泄。原因是美国各机构目前对过去1年席卷全球的病毒的2个可能来源存在分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电话，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4个多月以来中美贸易高层官员首次通话。中国商务部27日发布简短短信，在刘鹤的官方明确后加上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指他今早与美贸易代表戴奇通话。商务部续称，双方本着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实务、建设性的交流。美方的公告指出，戴奇通话时提出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指导原则，他对中美贸易的看法以及相关议题持续引起的关注。公告形容双方的对话坦诚，戴奇期待与刘鹤进一步讨论。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周二表示，已经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储存本地化，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所有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车辆所产生的数据都将储存在境内。近期，特斯拉的数据安全问题在中国市场引发了高度关注。北京方面担心特斯拉电动车的用户数据会被上传到美国服务器。
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日前宣布，已经在中国大陆设置了一个数据中心，用于储存用户数据。该公司通过新浪微博表示，新数据中心将主要用于储存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特斯拉电动车上传的数据，以实现数据储存本地化，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